第57届广播电视金钟奖节目部分的颁奖典礼，伫今日暗时7点开始。公司台记台有真侪节目拢有入围，亲像《海海导览先生》入围到综艺节目奖，也个一般节目类的节目创新奖。也若讲到心所爱歌是入围一般节目类的电光奖。欢迎收看《海海导览先生》。海海导览先生是公司台记台的新创节目，找108个为7岁到70岁的导览先生来了解因所看到的台湾。制作人张玉川讲，做这个节目上困难的所在是要安怎引导这个导览先生面对摄影机。虽然民间都是高手，可是进了棚里面，可能对一些民间的导览先生，他们可能很不习惯，我们就会很担心他们的不适应、不习惯，然后会让他们没有办法好好表现。另外一个制作人王伟文表示，其实上困难的所在，嘛是上心血的所在，因为这个导览先生有因真诚恳的一面，而且嘛因为因把台湾凸起来，让大家看到这个土地的水。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，可以透过这个舞台让大家看见，台湾素人的力量。因为这个，你想在108位的老师里面，大家分享的内容跟种类其实非常非常的丰富。那最终的目的，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这108位导览先生的视野，可以看到台湾的各种美好的姿态。讲到入围金钟奖的心情，两个人拢真欢喜，嘛真紧张。另外，纪录片《地下艺人》讲的是台湾本土的松树文化，将传统的人谣、分鼓吹、拍鼓展现伫观众面头前，入围人文纪实节目奖。同款入围人文纪实节目奖的，也佫有记录独立运动革命家的走找陈志雄，透过查某囝千里找老爸的故事，看到民主甲自由的珍贵。保护海洋的老船长漂泊讨海人，除了入围人文纪实节目奖，嘛入围一般节目摄影奖。导演周文钦用小人物的故事描写台湾的讨海文化，也佫有心所爱的歌，入围一般节目类电光奖。明仔载佫有戏剧类的名博客栈，入围节目创新、视觉特效、造型设计甲尖的新人奖。制作团队听后听到金钟响起来的声。记者麦尚英曾派文台北报道。